大家好，今日米樂提帶你看磚頭聯同全港審判帶你睇邊度？我哋嚟到荃灣永順街48號睇家庭精選嘅環宇海灣。環宇海灣由長江實業發展，位處於荃灣永順街嘅48號，單位總數一共提供1717個單位，一共有7座，戶型由2房至到4房都有供應。環宇海灣鄰近同區嘅各大商場，生活配套非常方便啊！步行到西鐵站只需要穿過荃灣公園7至8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話咁快，我哋上到嚟呢個854尺區內客換樓家庭精選嘅環宇海灣4房，我哋一齊參觀下個廳先。小朋友喺度玩，簡直就係空間十足啊！我哋再入房間睇埋。各個客房都方正實用，有部分仲可以望到海景添。我哋再睇工人姐姐房間，有窗可以通風。呢個戶型原則有3個廁所，不過其中一個就改為儲物室。呢個客廁用咗浴缸嘅設計，亦都係新樓罕有嘅光廁。再嚟到主人房嘅位置，空間感十足啊！再飽覽到呢個整個荃灣城市景觀，望到我哋出名嘅如心廣場，再加埋呢個套房呢，最緊要就係做咗對流窗嘅設計，非常通風，亦都睇到海景，採光度十足啊！如果各位家庭客覺得呢個咁實用嘅4房有興趣嘅話，記得訂閱全港審判同埋追蹤我米樂提帶你看磚頭，之後再帶大家睇更多好嘢。下次再見，拜拜！仲要撳埋下邊嘅鐘仔，咁我哋下次第一手資訊就可以即刻知道啦。